好，来第一位有什么问题？好。啊，你若无就收起来哦，咱告诉各位继续咯。比如你在吃东西这方面，或者说小朋友他目前有什么状况，那需要从哪一方面去调理，这个都可以问。来，哪一位？你两麦小嘟啊，你啊。好啦，你问啊，都一样，谁问都一样，你问小没关系。你问我都没听到。好，你问来，我坐着问就好了。我还没有想好。哦，那你隔壁那个想好。阿妈，你问啦。来啦，阿小人你讲有食饭啊？阿叔唔食饭唔食啊，阿叔弄迄个过敏啊。对啦，过敏他都早上的时候都会哈气。他有一点点，有时候没有。经常那个喉咙。阿妈等下讲去买药。那过敏的话，跟那个肺部有关系。那肺部，咱拄则讲过肺部，伊的那个开窍于鼻子嘛，所以透早是不冷空气，伊就会过敏咳嗽、打喷嚏。这方面哦，伊这几岁？7岁，咱会当做一个检查，看伊是属于对一方面过敏，抽血检查。到医院抽血检查，看伊的过敏的是啥。是啥物过敏？当然是体质的关系。哦，咱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嘛，过敏的比例相当高。那咱敢若会当减轻伊过敏卖遐严重。那边呢，平常那个毒素少摄取，毒素的来源，咱家长拢想讲吼，爱有食大鱼大肉，对伊较是有帮助，其实，那不错啊。吃小块肉。哦。大块肉的话，它需要咀嚼嘛，它需要咀嚼，他就不喜欢啦。咱家长的观念啦，咱家长拢认为讲着爱鱼肉啦，伊较会大，不一定。过敏的话，动物性质嘛，爱互伊少摄取。所以不爱食较好啊。那过敏的话，钙要让它多摄取，海带、海带、鸡菜那个可以多摄取。对，那既要移，还有那个坚果叫杏仁，杏仁粉你也当泡回家。好了。好。是。你会当多摄取坚果类的钙质较多。你爱互伊食寡碱性的物件，海带、鸡菜。动物性脂肪上好莫食。佮互你建议，你会当互伊油爱选择油啦，油爱少点。亚麻籽，对，你爱互加食寡亚麻仁油，就亚麻仁油。对，那可以抗过敏，亚麻仁油可以抗过敏。像咧，我拢甲着啥片段哦，着咧拍骹手，摸着流水着拍骹手。所以你透早着挂手套。这甲肝体有关系嘛？天气有关系啊，对啊，所以咱讲肺部开窍于皮毛，所以你透早莫直接去摸着冷水就会啊。对，所以你透早着挂手套，还是摸烧水，莫直接摸着冷水就会啊。对，就杀皮。
讲啊，你莫摸着冷水啊，透早莫摸着冷水，天气太阳若出就好啊。啊，你要刮手了。有头毛你就甲开出来啊。啊，你莫当食杏仁啦，啊，杏仁当讲伊个，啊，杏仁。咱拄则讲春天啊，咱即摆来讲夏天啊，来讲夏天。夏天哦，伊个四季节内面就是伫个遮，下3月，伊内面有伫个四季节有立夏、小满嘛，伊就属于春天头仔伊个风足大，啊，咱到夏天吼，到叫做暖季啦。所以到夏天有3个月嘛，有6个季节，叫芒种、夏至、小暑，大暑吼，迄阵咱就要避暑。那伫迄个叫做热季，咱只要有一块影片，就是咱即个地球，咱要来看即个地球，咱来看地球的变化。哼。